军声东击西的到了，赶紧找我娘！若俺也会先冲出去。不行，找我娘呢！娘！师哥，师哥！是的，是他。快，赶紧完成！为了敌人性命，你得把他救出去！师哥。 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哪来？姥姥，你哪成？俺咋不成啊？姥姥，俺是他娘，快搭把手！姥姥，快呀！姥姥，什么人？姥姥，你快走！
追！站住！别追了，撤！表，表，对不住了，俺那手表换你的车子。走！你现在赶紧带人，把吕布里里外外所有角落仔细搜查一遍，绝不能让那个旅长跑了。是。去。石头，一定要给娘挺住啊！娘接你回家啊，等到了家就好了。接你回家。天给，回屋吧。俺不，俺要等俺娘。你娘啊，兴许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。走，跟太姥姥回去睡觉去。等你睡醒了，你娘就回来了。走。啥？太姥姥，俺娘今晚上不回来了。是啊。不成，俺得去找俺娘。哎，天给！哎呀，天给，听话，好孩子，快回来！天给，天给，你站住！你听话，给太姥姥回去。天给，你慢点，太姥姥跟不上了。天给，你慢点。是的，没多远了，挺住啊！给娘挺住你！天给，天给，哎呀，你快坐下，太姥姥都撵不上了。天给，你给我站住！天给，哎呀，太姥姥都跑不动了。天给，石头，娘能成，娘一定能成。石头，娘一定能成。天给，你挺厉害，太姥姥跟不上了。天给，哎呀，天给，哎呀，太姥姥跑不动了。天给，娘，太姥姥，啊，太姥姥，怎么了，天给？太姥姥，有狼，有狼！天给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
停下！快跑！快跑！太姥姥让你跑，别回头！啊！叔，叔，千万别过来！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你快跑啊，叔，快跑！枪呢？是哪儿？枪！叔，你要赶过来，俺就没有你这个闺女了，你也就没俺这个娘了。娘，到底咋了？你快告诉俺呐！以后再跟你说，你快跑啊，秀，快跑！你回来，回来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！俺这把老骨头让你吃，让你吃个够，吃吧。来，俺让你吃个饱，你不许碰俺闺女的天给，要不俺就做了鬼也饶不了你。叔，快跑，喊着娘跑，娘就知道你跑远了。娘，秀，娘叫你快跑，听娘的话。女儿不孝，俺只能先顾石头了。秀，娘先走一步了，娘在那边等你。